工字樁的面板加固是香港工地地基的基本工藝流程，其步驟包括量度間距、放置花鐵、精確定位、點焊固定、工字樁翻轉、再量度間距、放置花鐵、點焊固定，再進行焊接。但是由於其步驟繁瑣且重複性高，再加上香港焊接師傅老年化嚴重以及工藝浮動等問題，一直困擾着香港焊接行業。香港2025年創新科技鯤鵬焊接設備花鐵自動化焊接，包括一個送料機械臂、兩個焊接機械臂、兩部焊接電源，以及送料系統、一部編程電腦及手機應用程式。開始對花鐵進行掃描。由於所有的花鐵長短都是不規則，所以激光掃描器都是採用點動式掃描。完成後，保護蓋自動蓋上。焊接開始。此時送料機械臂又再次回到送料系統，準備夾住下一根花鐵。焊接時操作工不需要時常在機器設備身邊。一根花鐵的焊接時長大概是2分半鐘。
減少大量人手的工序。完成後，機械台車自動向前行走預先設定的長道。例如175毫米。送料系統就會把下一根花鐵放到指定位置。